過去嗰3日我徹底崩潰咗。Hello， 我係 Carrie， 歡迎嚟到第8集嘅法式事主。而呢一集法式事主入邊嘅咁多集入邊係最唔浪漫，但係最真實嘅一集。過去嗰3個禮拜，新環境令到我係 overwhelm， 連續嗰3日我就發咗好多唔同脾氣。我嘗試同我男朋友解釋我嘅感受，但佢完全聽唔明。佢理解唔到點解我成日都發脾氣，結果我又繼續發脾氣，令到佢都發脾氣啦。結果就係我哋兩個都進入咗一個死嘅循環。喺呢一刻咧，我就明白咗，我唔可以再逼佢去理解我。反而咧，我就內向咗自己。我同自己講，嚟緊嗰24小時，我批准自己做一個唔完美嘅自己。我唔會再逼自己喺每一件事上面都要做得最完美，因為我嘅精神狀態真係唔得啦。我選擇咗做少啲或者唔做。當我接受咗自己可以唔好嘅時候，我個人反而放鬆咗。試住係為咗體驗去睇清楚諗法同現實係咪究竟一樣嘅。咁當然包括我同我男朋友嘅關係，同我自己嘅情緒。呢個亦都係一個最難搞嘅部分。原因我同自己講，我嚟緊嗰24小時可以做得唔完美，因為我嚟緊將會翻返去香港。如果你問我會唔會唔捨得離開法國，其實呢一刻我好期待翻香港。我好想翻香港，去翻我熟悉嘅地方，好好去消化呢3個禮拜發生嘅所有嘢。而呢一集其實係5日之前嘅我寫低落嚟嘅心事嚟嘅。咁當然啦，當時嘅我咧就冇可能拍到呢一啲咁嘅對話，因為當時我真係崩潰咗啦。所以我而家已經翻到嚟香港，已經消化好所有嘢，可以繼續 follow 我呢個 Instagram， 睇下我究竟消化到啲乜嘢。